今仔日是母亲节，除了感谢咱每一位辛苦的妈妈，有民间团体甲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是发起扣本数的活动，要守护北台湾的母亲河淡水河。无论大人囡仔，拢认真在扣本数。天下杂志甲台北艺术大学做伙举办守护淡水河保环的活动，希望民众为生活中了解河川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。淡水河即嘛是生活垃圾足侪，伊的沉积物嘛足侪，所以变讲伊的内底你船嘛无法度行，来去嘛足臭的。然后生活垃圾变讲是阮无法度讲这水去利用它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仔日的净河活动有正百人参与。伫母亲节即天，号召民众用行动来关心北台湾的母亲河。今仔母亲节就知影这个活动讯息，就觉得就有意义的嘿。就带应该想讲到顶来，而且我嘛住社附近，就感觉这淡水河从小就有感情的。无偌久的时间，民众就扣出几地本数，经过分类，未来学校嘛用部分的废弃物来做艺术创作。我们发起一个叫做净河的艺术嘉年华的活动，然后也就是说捡这个垃圾，然后呢就可以让它变成是艺术品。这个概念我办一个比赛，有办一个比赛就是讲咱净河的这垃圾呢，应该做像那沙，不就是做艺术品。未来有几间大专院校的美术系、设计系学生会做伙合作，将部分扣来本数，正做创作的元素，制作艺术品。6月初5伫海关码头展出，希望民众透过生活甲艺术，理解废弃物对地球造成的影响。记者杨淑静、林学凯台北报道。